個重點就係我哋嘅大髀內側啦，要夾，跟住 C 再上前都係夾嘅。好，第三個重點就係手啦，我而家係要轉左邊，右腳喺前面要轉左邊，咁我就預備向右邊收肋骨，放向翻去前面。咁呢個放咧就係相反嘅。好，第四個重點就係球員保持喺前邊望啦，即係咁。OK，咁係咪喺呢度影前？我做埋前面嗰個4下。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擺咗呢邊。可唔可以由頭到尾？可以，我應該記得嘅，按四，全部4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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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、2、3、4、